我们全民健康检查的话是40到64岁每3年一次，那65岁以上呢就是每年都可以做。因为我们要服务我们37区的市民朋友，所以我们37区呢都会来办理，而且是有结合卫生所，我们37区卫生所通通都会办理。所以我们叫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就是把病医开到你的社区，来帮咱的民众来做健康检查，希望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说把视力值做检测出来之后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分流的动作。它如果是屈光未矫正，就是说度数没有配好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转接到验光所。那它如果说是那个眼疾的话，我们就把它转接到眼科。那我们除了远方视力、近方视力，我们这次还针对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多做一个阿姆斯特范格表，然后希望提早能够出现，就发现说，他是不是有黄斑部的问题，然后提早把它转介给眼科去做后续的处理。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那个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服务的话，希望能够对市民的视力健康能够有很大的帮助。先讲老人连到哦，平时当来挂号做好，这最好，这服务做好，所有的以前的服务，我今年感觉呢报就上好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行动医院已经执行20年了，应该有了哈，20年了啊，所以说累积了相当多的有用的关于市民的健康的资料，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库。但是对于市民来讲，这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健康检查的机会啊，能够早期发现疾病，早期治疗。我们说很多市政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则治疗，无则继续保持健康。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这个台南市政府独特、独一无二，又是非常好的政策，又实施了很多年，照顾市民的健康。我们希望说，对于行动医院，我们绝对是挹注更多的经费来帮忙。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预防重于治疗，早期检查出来有问题了，早期借着健康行为的改正，或者是借由医生的介入的治疗，这样子的话，就对于市民朋友不会变成亚健康，甚至变成疾病的状况才去治疗。那对于政府来讲，这样也节省了许多的医疗支出，那是非常一举两得的事情。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好好利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雅果游艇集团甲中信金融管理学院携手为海洋教育向下扎根。12号这天，伫咧安平雅果游艇城举办 MOU 签署记者会。会中邀请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教育局长陈成辉共同参与，在市府长官见证之下，透过3合作，共同带动台南市教育体育观光发展。雅果游艇中信国际金融学院 MOU 记者会，3、2、1，请签署。台湾是个岛国啦，大家都知道，向海洋致敬也是院长的政策啦。但是如何去落实，需要一点时间。在我们经营了这么久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要落实这件事情，有很多层面要去克服，尤其人才的部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盖码头、买船其实是比较容易达成，但是培养这个海洋的优秀人才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最早今年呢就决定呢支持西门国小帆船队，当然我们已经在今年开始赞助西门国小，虽然只有一点点金额啦，一点点金额，但是以前台湾这个岛国为什么比帆船这么困难呢？因为它的工具太大了，很多人看到我们带自营选手打羽毛球，只要一个羽毛球拍就可以去比赛，但我们的选手要扛着他的帆船到处去比赛，这个成本是很昂大的。所以政府没有支持他们，那我们业界先走。我希望这个岛国呢，海洋就在我们旁边嘛，我们培养这个选手来参加帆船比赛，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希望雅果先支持，
抛专领域，可以带来更多的企业来支持我们这个帆船的运动。这次在这个雅果的合作课程还有合作的活动上面哈，我们希望能够普及性的让我们的大学生跟国中、高中的学生都能够全面的来参加这个海洋活动。那事实上，台南在黄市长的这个领导下哈，是得天独厚，可以进行这么优雅那这么有活力的一个运动的大舞台。那我们学校非常幸运离雅果应该是最近的大专院校所以我们未来会积极的跟侯总这边还有他的团队来做配合，那我们让我们的学生我们常态性的全面性的都能够接触到这个海洋运动的资源。那希望未来都可以走向国际。市长委托也期待透过雅果甲中信双方的合作，会当为台湾培育更多海洋运动人才。雅果跟中信能够签署这个备忘录，然后培育未来的海洋人才，帆船不管是竞赛或者是这个喜欢海洋、喜欢帆船、喜欢水上活动的这些人这是很重要。我们从西门国小一直到国中，一直到高中，一直到中信到大学，那这样子的话，一起能够为台湾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家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雅果伫进前就未少三校合作经验，赞助西门实验小学帆船队，甲沿海中学合作推行海洋教育课程，并赞助大专院校帆船队，甲高雄科技大学合作三校专班，支援各式帆船赛事。近年来，更积极响应政府海洋政策，将台湾海洋教育向下扎根，透过三校合作，将教育资源甲大专院校共享。佮透过实施计划，望会当提供学生伫毕业了后的舞台，建立完整的海洋运动学习甲就业管道。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因为疫情的影响，最近各国的流行音乐拢透过线顶演唱会的方式来甲全球各所在的粉丝做互动。4月16號，伫咧台南 YouTube 邀請到韓國的人氣明星崔允佑，也佮有男團甲女團，做伙伫線頂來甲粉絲見面。伫咧最近疫情爆發的狀況之下，會當唔免出門，透過線頂買當參加精彩演唱會。大家又可以看到了，台南好樣又來了。这一次我们举办的线上演唱会是World K-pop K-pop 这个是全台湾第一次办这样子的一个线上演唱会。最重要2个元素，第一个我们还是邀请到这个最当红的韩团，包括主持人来这个做一个表演。第二个在线上的一个表演。第三个很重要的，它有融入台南的元素。包括介绍台南的风土人情，还有景点美食，这些通通都在这次的演唱会里面。我相信很多台湾的迷哥迷姐们，或者是很多好朋友，其实都想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演唱会。就欢迎在4月16日这个礼拜六晚上8点钟来这个进去我们台南好样的这个频道中来观赏，也可以在头目在 YT 在 YouTube。的频道中来观赏。伫咧这2档疫情的关系，台南市政府透过线顶演唱会的方式来满足大家的愿望。这摆演唱会结合水、风、火、土、爱等5大元素，搭配着台南在地文化景观，透过线顶的方式来甲台南行销到全世界。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12號上午來到客家區，台南市長會特親自來到台灣啟地教育崇拜講會中神父的故居來進行掛牌儀式。神父出世伫美國的紐約，1963年來到台灣了後，進入山區來傳教，發現山區的出版社也閣有身心障礙者因為資源無夠，欠缺教育的機會。為着要解決問題，神父長期伫台灣投入智能不足的兒童早療教育領域。每一個年，每一個里程碑，都是甘神父辛苦打造，從事早療教育，為社會上最弱勢、最不起眼、最沒有被重視、最沒有被看到的孩子，付出了愛心，所奠定下來的基礎。我相信從
甘神父离开我们之后，这些年来，许多基金会的各位董监事、许多志工、许多老师，持续甘神父的精神，继续为我们早疗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心力。刚刚在第一排，刚刚表演的我们这些小朋友，相信一定很多好朋友都会动容，让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动。爱可以延续，但是精神必须永留。我们今天在甘神父这边为他揭牌，其实是我个人非常至高无上的荣幸。也希望台南市政府，我们秉持甘神父的精神，持续对于伯利恒持续关注，持续支持，持续协助，这样子才对得起甘神父所留下来的典范。为着要感念神父过去的贡献，台南市府把伊列为宗教类的历史名人。伫挂牌仪式的即天，天主教的台南教区也有当地议员、有地方的人士，拢做伙来到现场感念神父过去的付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刘维英表示，电动自行车因为轻便，唔免驾照，是长者甲学生上好的代步工具。毋过，伫个109甲110年，一般民众伫个新购买补助，还佫有900。到今年却只剩500块，老旧机车的汰换补助嘛一直减少。对此，议员要求市府应该加编列预算。我们如果从换购的一个部分，从第一年109年的换购的补助3000块，它总共有190个人申请。好，那到去年它降低到2000块哦，剩下138个人去申请。那今年哦，这个已经已经来不再补助之后，那这样很有可能这会产生几个部分。第一个它会打压到我们原本在市场上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业者对此，市府环保局空照科回应，市府伫个110年甲111年，拢有编列7000多万的经费来补助汰换老旧机车。甲购买低污染的车辆补助，如果民众先汰换老旧机车，然后再申请购买电动自行车，大约会用的补助1000到1500块。其实今年还是保有电动自行车换购跟新购的部分，只要呼吁台南市民，只要你有老旧的机车，所谓老旧机车就是96年6月30号之前出厂的，你换购我们补助500块。那你是2行程，我们再加码1000块。那你在新购电自服，就是我刚才讲电动自行车的部分，还会再加码500块。那实质上就是1000到1500块，跟去年也相当啦，相当。根据环保局的统计，110年台南市总共汰换老旧机车有48000多台，电动机车的成长嘛有7000台左右。总共受惠大约有32000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南胖国务中心在号下晡举办母亲节党旗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先由于谦肚皮舞团再来热情的舞蹈表演，舞者随着音乐展现自信的舞步，并将这次母亲节党旗的优惠陆续公开。好康有指定专柜买6000送700，大家电买1万送1000，会员独享礼，联名卡满额回馈，种种的好康要来相送。首期就是一个6000送900，还有200点的一个回馈，等于是差不多6000送1000，这是完全是在母亲节档期来讲，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的哦。那当然不止这些的，我们还要配合其他的一些点数啦，还有一些后续的活动。然后相信这次母亲节一定会让各位妈咪过得非常精彩。国务中心信心满满，看好这波母亲节档期，目标锁定7亿5000万的业绩。业绩呢的目标是7亿5000万。这样子的目标，算是蛮挑战的，但是我们很感恩这个台南的消费者，还有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的顾客，
那所以我们端出很大的优惠，那这样优惠我们当然也有信心，顾客跟妈咪们都会在这边买得很开心。另外，自14号起到27号期间，会员伫专馆除了有满3000送200商品抵用券的好康，更有联名卡回馈，民众不妨趁着这波母亲节档期，替妈妈买礼物摕好康。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闻名国际书画家王海峰加书法家罗慧，伫2021年春节期间首次伫市府来展览，得到袂歹的回响甲好评。市府文化局今年再度邀请，将伫新营文化中心的第3艺廊来展出。上午透过作家甲民意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为巡回展览来宣传。在我们新营文化中心第3画廊里面，我们要展出一个文化首都的风采。好，文化首都的风采，这个不是第一次。在台南市，原来的台南市5余关的已经有就是展览过了，这次是第2次，把这些画再一次就是拿到我们新营的文化中心。海峰院长真的是会当讲的，跟他起这个以我们台南为根以台南为家。那个在我们台南这边也不但是这个不断的推出它的一个很精魄的一个画展以外，特别是它对里面的这个人文地理的刻画以我们台南为核心为轴心那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说，这个院长真的是对台南非常的这个帮忙跟照顾了。我带着罗老师参加国际的那邀请展。我会把我们台南的这么好的文化艺术带到全世界去告诉国际的人士欢迎他们到我们台南来参观，来共同享受这个文化艺术。国宝级的书画大师看到国宝级的这个古迹，其实内心有很多的感动。那时候我就邀请院长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古迹我们当作就是记录历史的方式，我们把它用国宝级的书法作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想要善尽一下社会责任。2022文化首都风采的书画巡回展，将于4月15到5月1号。伫新营文化中心的第3艺廊展出，欢迎市民做伙来感受王海峰甲罗慧2位师徒笔墨下的古籍文化甲历史的记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优胜台材料科学工程系教授苏彦勋带领，资源工程系涂胜龙甲前市府民政局长颜振彪3位博士。共同研发会发光的物质，对10档前倒入水中的植物，一直到2档前选择陆上的植物盆栽来研究，透过非基因改造的技术，让叶脉伫吸收以后，植物就会来发光。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陆生植物里头，在观叶植物里头，在一般我们最近来讲，就是我们会希望说像这一类的植物，那它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再放在室内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漂亮的出景。那在晚上，当我们把灯关掉的时候，然后它会出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风采，然后可以进行了一些就是我们最近可能大家比较流行的，像一些就是园艺疗愈相关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操作方式来讲，我们是使用的就是叶脉吸收的方式，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操作上来跟国际上来讲，会有一些就是比他们更加好操作，而且呢也更方便，然后而且可以选择性的就是根据花农的需求，然后去调控，让它可喷或可涂，然后并且可以指定说，例如说在哪一些部位上来讲，然后让它好操作，然后也可以在颜色上来讲具有一些可调控性，然后在操作上来讲会比较方便。目前来讲，我们这个研发是大概都是用天然的矿物粉下去，所以原则上它来讲是对植物上面是不会造成任何负担的哈。所以它原则上现在的颜色我们大概有绿色、有蓝色，还有一些粉色、红色。
这些颜色啦。强调对矿物提炼未伤害植物生长的发光物质，目前大量被运用伫带粉叶的植物。严正标表示，希望未来会用甲农业园艺来结合，利用技术的移转，提升农业的产值。从那个我所知道的那些农业上的一些问题，跟他们做讨论。比方说，他们刚开始是水生嘛，那我是觉得是说水生的话，我们如果再把它扩展到那个陆生的话，这个搞不好是会对于整个农业的贡献度会更大。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出发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是怎样把农业它的整个那个角色给它提升了。目前这项非基因改造的技术会用讲是首创，而且得到国家的专利，研发出会发光的植物，伫生活上不但会用的节能减碳，而且嘛兼顾艺术的疗愈。台南新闻林根、黄义慈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泌尿外科医师曾文新表示，随着气候的暖化，代谢症候群的病人增加，腰子结石的盛行率嘛对咧增加。伫台湾，大约每10个人都有一位有腰子结石的困扰。传统的治疗有体外震波、经皮肾脏手术加腹腔镜，但现在有一种软式的输尿管镜，对自然孔道来做无创的肾内手术，不但会用治疗结石，甚至肾脏囊泡、肿瘤，拢会透过无创的手术。因为其实现在台湾人大概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有结石，尤其是台湾又是属于比较干热的地方，比较湿热的地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然后流汗又流的比较多，那这时候呢导致说他体内尿粪排不出去的话，这样尿积在肾脏还有膀胱里面久了以后就会产生结石这样子，所以大概台湾每10个就有1个人有。那这1/10的人呢，有80%的人会不断的复发，一辈子都一直被结石所困扰这样子。那过往呢，在肾脏的结石，我们有比较多选择方式，就是体外震波碎石。但是体外震波碎石，它在比较大颗的石头，或是在比较多肾盏里面的石头，就是它比较散播性的石头，在肾脏里面的话，它会比较难处理这样子，要处理打很多次，导致病人要传夫妇进出医院，非常困扰。那再来的话，就是有经皮的肾脏取石手术。那经皮的肾脏取石手术呢，它必须要在腰部里面打1个洞，甚至2个洞或3个洞这样子。那经过皮肤再穿刺肾脏，再进到肾盂里面去处理这个结石。那我们每穿过肾脏1次，就有可能会造成肾脏会损失5% 的功能这样子。虽然后续可能会恢复，可是一定会跟原来的肾脏还是有差别这样子。那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无创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软式输尿管镜，经由尿道经过输尿管进到肾脏里面去，我们可以进到肾脏的每一个角落，就每一个肾盏里面去，然后我们可以将石头做一个击碎的动作，然后把击碎的石头能再一颗一颗捞出我们的体外这样子。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软式输尿管镜不但直径会用做到0.2公分，而且弯曲的角度嘛会用达到270度。不过医师提醒，透过自然孔道的无创肾内手术，针对各种的疾病，拢有伊的适应症，而且部分的位材嘛必须要自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